一切都係最好嘅安排。加措活佛著，馬德鐘聲演。第51篇：生命不能透支。我哋要經常整理一下自己嘅生活，睇下邊啲係我哋已經擁有，但你成日都忽視咗；邊啲係我哋得唔到，佢一直苦苦追尋緊。嗰啲被忽視嘅嘢，一旦失去，會唔會令我哋追悔呢？嗰啲苦苦追求得嚟嘅，一旦擁有，又係咪真係值得去珍惜呢？思考過後，或者你會明白，你現在正係做緊啲乜嘢？你有冇選擇錯誤嘅方向？及時調整，幸福就會嚟敲門㗎喇。感到自己係人哋所需要同埋想親近嘅人，就係生活最大嘅享受，最高嘅喜悅。好多人踏入社會之後，往往會主動同單純劃清界線，用咁樣嚟到應對多變嘅社會。乜社會真係咁複雜咩？唔係嘅，複雜只係我哋自己諗嘅啫。心若單純，世界又點會唔清澈啊？人應該有所追求，但係絕對唔應該追求所有。總係有啲嘢要做出取捨。我哋應該靜下心，好好審視一下自己，睇下係唔係忽視咗一啲曾經擁有嘅。生命中太多美好，但係總有一啲嘢唔值得我哋放棄健康、透支生命去追尋。比如係金錢、權勢，總係有啲嘢一旦失去，定然會讓人扼腕而嘆，追悔莫及。比如講到你嘅親人同你嘅愛人，如果你忽略咗呢啲寶貴嘅嘢，咁就唔係追尋緊幸福，而係被幸福所負累。如果個人所追求嘅事物唔值得佢永遠珍惜，咁佢就唔係喺度追尋幸福。如果你追尋嘅方向出現咗偏差，又或者乾脆就係錯誤嘅，咁你就應該及時準確咁樣做出調整。只有方向啱啦，目標先至唔會錯，幸福就會嚟敲你門。第52篇：淡定是幸福的新娘。走過嘅路長啦，遇見嘅人多啦，經歷嘅事雜啦，不經意間，我哋就會發現，人生最曼妙嘅風景，就係內心嘅淡定同埋從容，頭腦嘅睿智同埋清醒。人生最奢侈嘅係擁有一顆不老嘅童心，一個生生不息嘅信念，一個健康嘅身體，一個永遠牽手嘅愛人，一個自由嘅心態，一份喜歡嘅工作，一份安然嘅睡眠，一份享受生活嘅美麗心情。關於幸福係乜嘢呢個嘅問題，已經被睇過無數次㗎喇。其實呢一個係仁者見仁，智者見智嘅問題，因為幸福從來就冇標準嘅答案，亦都冇可以參考嘅標誌物。當自身犯錯誤，俾別人帶嚟咗傷害嘅時候，得到一個諒解而又釋然嘅微笑；前途無路嘅時候，忽然柳暗花明；遠足之際，聆聽親人反覆嘅叮嚀。健康嘅體魄，智慧而又清醒嘅頭腦，自由自在嘅心態，所有嘅一切都係幸福最直接嘅表現形式。世間有千萬人，幸福就有千萬種。不過好多身在福中嘅人，
卻不自知嘅，喺失望、浮躁同焦慮入邊，主動遠離幸福。更加有啲人堆砌金錢就當作幸福，將成為名利嘅俘虜作為向往同追求，咁豈不是唔知道自己喺紙醉金迷入邊浪費緊生命？感嘆幸福好難得到嘅時候，嗰啲貧困山區嘅孩子仲係為緊一本字典、一個書包而苦惱緊。喺我俾山區兒童送書包嘅時候，至少我係幸福嘅，孩子們亦都係幸福嘅。喺某個程度嚟講，幫助別人唔單單係一種布施，亦都係自我收益嘅舉動。如果你仲要再一次問我幸福係乜嘢，幸福喺邊度，咁我只能夠話俾你聽，天地間一切都係幸福嘅源泉。幸福就喺你同我嘅心入邊，幸福就喺你同我嘅生活當中。當我哋將手入邊嘅幸福給予別人嘅時候，我哋就會更加幸福。第53篇，別給自己的冷漠找理由。當我哋心中有佛嘅時候，所見嘅都係光明，所講嘅都係善良。當我哋心中有魔嘅時候，所見嘅都係黑暗，所講嘅都係邪惡嘅。如果我哋對呢個世界充滿咗怨氣，咁呢個世界又點可能給予我哋快樂同幸福呢？所以唔好俾自己嘅冷漠揾理由。不管你有幾多嘅障礙，亦都應該堅持我哋善良嘅本初。不管你有幾咁無奈，亦都應該敞開我哋寬容嘅胸懷。關於人性本善定係人性本惡呢一個爭議，已經延續咗千百年㗎喇。有信徒問起我對此嘅看法，我係更傾向於人性本來係潔白如紙，銘喺上邊塗畫啲乜嘢，佢就係乜嘢。喺人性嘅紙上邊留下咗善，咁咪就係善咯。留下咗惡，咁就係惡噶啦。關鍵係在於後天嘅培養，呢個亦係世人需要修行嘅原因之一。心中有佛，整個世界就係佛光普照，所見嘅都係光明，所聞嘅都係善良。若心中存魔，所見所聞嘅當然都會係黑暗同邪惡啦。若果我哋心裏邊始終係流傳一啲對世界嘅怨氣，咁呢一種怨氣就會俾我哋嘅目光塗上咗帶有怨恨屬性嘅顏色，戴上咗有色眼鏡，睇到一切嘅都係扭曲變形嘅。咁呢個世界反饋俾我哋嘅，絕對唔可能係喜樂同幸福。搵唔到喜樂，得唔到幸福，並非因為呢個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呢兩種嘢，而係我哋嘅目光已經睇唔到佢哋。用熱情嘅目光、積極嘅心態去看待世界，用美好嘅心去迎接所有嘅一切，所得到嘅必然係美好同幸福嘅。唔好用一個個客觀或者主觀嘅藉口嚟遮掩內心嘅冷漠。不管遇到啲乜嘢嘅障礙同艱難，都要堅守住最本初嘅善良。不管世界留俾我哋係幾咁無奈同埋艱難，都要敞開心胸，
以廣闊嘅胸襟去接受，然後先可以愉快咁同呢個世界和平相處。第54篇，心是幸福的溫度計。有啲人對於幸福視若無睹，有啲人對於幸福習以為常，有啲人對於幸福夢寐以求，有啲人對於幸福求之不得。幸福係我哋每一個人永遠唔會厭倦咁去追求嘅，只要唔好將幸福嘅期望值提得高不可及，只要唔好將自己嘅幸福建立喺別人嘅痛苦之上，以一種平常嘅心態去追求，就會發現幸福其實就喺撫養之間，幸福其實就喺你我嘅身旁。細個嘅時候覺得幸福係一件物件，得到啦就係幸福。長大之後，幸福係一個目標，到達啦就係幸福。成熟之後，幸福係一種心態，領會啦就係幸福。幸福就係當下，只有一個個當下串成嘅幸福，先係一生一世嘅幸福。對於幸福嘅期待值過高，只要收穫世間所有嘅美好，追尋幸福嘅心就會變成永遠都填唔滿嘅慾望深坑。我哋唔單止冇辦法體會滿足嘅快樂，仲會超負荷咁樣負重，最終同幸福分道揚鑣。保持平和嘅心態，先會得到滿足。飲一杯水可以解渴，又何必強求一壺呢？唔能夠將幸福嘅指數無限咁樣拔高，唔能夠將自己嘅幸福建立喺別人嘅痛苦之上。當我哋內心平靜、心態平和嘅時候，會驚喜咁樣發現，幸福就喺自己眼前觸手可及嘅地方。幸福係近在咫尺、俯仰可得，定係遠在天涯、永遠接觸唔到？係取決於我哋點樣嘅心態去期待幸福嘅來臨。心永遠都係幸福嘅溫度計。第55篇，輕易得到的幸福沒味道。好多人在刻意追求所謂嘅幸福，有啲雖然得到啦，但係要付出好大嘅代價。智者話，幸福係一種感覺，就如同佛喺你同我嘅心入邊。幸福嘅感覺隨住滿足嘅程度而遞減，與人嘅心境、心態係相關。得之越艱難，愛就會越深。擁有幸福，嘗試艱難。一個人總係感覺唔到幸福，係自己最大嘅悲哀。幸福係一種感覺，唔知足，永遠唔會幸福。苦難就好似驚雷咁，總係帶住一啲轟轟烈烈嘅威勢，讓人猝不及防。而幸福就好似春雨，經常以潤物細無聲嘅方式出現。幸福就好似照耀荒原嘅月光，就好似拂過水面嘅微風，雖然可以感覺到，但係就捉唔住。幸福嘅多少，往往同一個人對幸福嘅敏感度相關。若果一個人比較容易滿足，幸福感就會十分強烈。如果好少知足，或者根本就唔能夠被滿足，
即使已經得到幸福啦，感覺亦都係唔明顯嘅。只要知足嘅人，先至會更加容易察覺到幸福嘅臨近。幸福嘅距離有時近，有時遠，以為就在咫尺，轉眼間卻仲喺天涯。平靜嘅生活就好似一杯白開水，飲起上嚟淡而無味，但正正就係因為佢嘅純正無瑕，先至讓人生更加有容量。亦都只有懂得生活嘅人，先會有呢一份平淡中品出甘甜同幸福嘅滋味。幸福嘅大與小，幸福嘅多與少，取決於人嘅心態。苦苦尋覓，經歷千萬艱難，付出咗好多之後，先至得到嘅幸福，就好似經歷咗日曬風吹嘅果實，嗰種嘅分外甘甜。輕易得到嘅幸福，就好似過早成熟嘅果子，就算咀嚼啦，都唔會有咩味道。一個內心麻木、感覺唔到幸福嘅人，將會係最可悲嘅。